男女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代志啦，你家己阿兄，你家己知影，伊拄则甲素琴两个人咧客厅揽来揽去啦，佫讲什么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敢会听呢？呀，阿嫂啊，这一定是一个误会啦。到底看我人兄，你捌醉茫茫，啉烧酒醉的人吼，迄讲话本来就鲁的啊，到底咧假假搞啥呢？阿嫂，啊你毋定定讲素琴哦，足可怜的啊，啊那即马你要甲赶倒出去，迄毋知影的人吼。坐伫尻川后，会讲你这个做头家娘的人啊，无道量。我啉遮侪年啊，我会无道量。也毋过，我真正怀疑啊，伊遮侪年来一直讲伊袂记过去，是毋是伫假身的？无安定，都是因为安尼轰动情啊，才会使留伫遮继续甲客当糊糊甜。头家娘，我若是你吼，我袂遮无志气啊！我毋惊甲安尼哦，搁喺你面头踮你遮，出去啦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记得，少爷记得，你敢有转来？气死我！你甲看啦，伊安心肝内根本就无我。阿嫂，像这种代志哦，是愈拉愈臭，到底这是何物苦？你家己都有看到，一到开我感情灭落去啊！若是拄到这种情形，你颠倒爱倒头行。什么意思？你即马就去甲素琴找倒转来。那你素琴对你是毋是足感激的？伊对阿兄就绝对毋敢有啥物非分之想啊！若是阮阿兄哦，看你遮尔有道量，哼哼，后摆就绝对拢无伤麻烦哦。素琴，素琴，素琴。是头家。少年来，桥头也较细细，无代志啊。素琴，素琴，哎呦，头家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紧。素琴，拄则旅馆所讲遐话，拢是邪气话啊！你莫想去做，我拜托，你莫走好。我本来嘛唔敢离开，不过头家娘讲了对，为着我害恁家庭起风波，安尼我要哪倒来落去？毋是，拢是我某，我想要自私，讲一句无应该讲的话，才会引起这样大风波。素琴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走，你千万莫走。头家，咱莫讲这个啦，你带去乌多摆弄着，我陪你来病院看有安怎无？启东，你是安怎啦？有啦，就拄着一个少年桥倒摆过去压着啊。有要紧无？阿嫂，素琴，你听我讲啊，我拄则讲遐话是有较重啦，也毋过迄毋是我的本意，你莫见怪好无？素琴嘛，他美馆来回死你啊，表示无代志啊嘛，吼。听嘛，这本来吼就是一桩误会啊，大家拢莫见怪啦吼。以后就个人守个人的本分。哎呀，我你讲对。对，实话讲了就对啦。无代志啊，素琴，来等。对啦，就当作无代志，你讲转来去啦。好，来。你安怎嘛？我靠！头家娘，我看我还是莫入去啦。我应该知影我家己的本分。我是互恁请来煮饭的，照顾头家的工课，还是头家娘你家己做较好。你安尼想嘛对啦，无我家己入来去，你赶紧转去顾厝。启东开这间病院较早，你也毋捌来过对无？我刚捌听头家提起尔，想不到遮大间，内面的设备一定真好吼。我有甲小夏参详过啊，等启东脚若好，毋管伊安怎想，我一定安排你入去做检查。我知影你嘛一定足想要恢复记忆的，敢毋是？而且你嘛有可能永远留伫阮兜。
我嘛真无希望活伫一个空白的世界。我希望会当恢复记忆。也毋过，既然这间病院是头家开的，我就无应该来这做检查。无论安怎，我会靠我家己的力量，找一间病院检查。你会用安尼想真好，表示你这人真捌代志。多谢头家娘。志明，检查结果怎？有要紧无？电光片哦，我看过啦。加在哦，骨头无断去啦，伤着筋骨尔，歇回归家就好。对啦，啊你无代无志哦，那拢甲安尼啊？唉，这无啥物。教咱说，去讲个运气。启东啊，我听秀霞讲，你感情走私敢有影？当咱是劳动创的啊啦，有啥物话吼，你就直接甲我讲，无需要隐瞒。我是惊讲这代志，哦，你知影无你笑。我毋对啊，我较想对一个查某囝真好，因我即摆，伊拢无向我表示啥物，这点我是无计较。是，你敢知影？迄种像感情温存在心肝内迄感觉，命安讲，我感觉足特殊的。你讲这个查某囡仔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厝内面老到三工迄个素琴啦，素琴。有啦，秀霞吼有甲我讲过，也毋过我毋捌甲伊见过面啦。电工有机会吼，我绝对要看清楚，看伊到底是啥物所在吼，遮尔啊迷人，互你这个大头家吼，为伊遐尔啊痴迷啦。你免烦恼，有笑有尾啦。啊，你家己，我你对小姐的感情，真是我都放袂记。啊，这点吼，我承认啦。也毋过吼，哎，你说来啊。恁两个是毋是在讲我的歹话啊？老师，你若有啥物歹话，互阮讲啦。那么启东啊吼，伫我面头前，10句嘛拢有11句讲你的好话啊。伊哪有可能吼讲你的歹话啊？加好大个。敢安尼？哎，对啦，小明，有一件代志吼，趁我即摆会记哩，我想要甲你提醒。拄则我有甲素琴参详过啊，等启东较若好吼，我想要安排伊来病院做检查。也毋过，伊已经甲我拒绝。是安怎想？讲的是真好听啦，讲啥物伊无爱靠别人，要家己去找医生。也毋过，谁知影伊心肝内底想啥？这无的确吼，伊根本就无失去记忆，是挑剔要留落来。悲观啊！等于讲这要创啥？啊，我讲哪有毋对？迄是伊亲嘴甲我讲的呢。啊，就水果饲出来讲，你嘛无说。好啊啦，恁两个无莫安尼啦。咱无讲吼，这病是咱家己的，啊，啥物时阵吼要做检查，啊，随时带伊来啊，安尼毋就好啊？书记啊，不管你生还是死，你永远都活伫我的心目中，就敢若一张相片共款，一直陪伴伫我的身躯边。遮尔侪年啊，你若是无死，为什么连探头来看咱的囡仔都拢无呢？敢讲你真正是一个这尔啊绝情的人？书记啊，你敢知影？咱的囡仔念面就要大学毕业啊！假使你来当，甲我斗阵，看到咱的囡仔大汉，咱三个人做伙享受天伦之乐，那呢唔知有偌好呢？喂，什么啊？车祸？有生命危险？老婆要开刀？好好好，我随来。我讲话你是要倒啦？病院吼有大手术啦，我要紧挂过来。哦。这是素琴相片。爱
金啊，我问你吼，当年寄过属机的，除了世明甲过身的爸妈以外，应该只有你吼。是啊。啊，你雄雄问这个问题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看这张相片，这张你来写。属机呢？就是属机。这敢有遐属机？阿嫂啊，你哪有这张相片？无啦，啊，就拄则我咧拼你男兄的主刀啊，唔知去抄这张相片。这属机啊，明仔是你袂歹吼，不过你男兄对伊恋恋不忘。阿嫂啊，当你嫁予阮阿兄遮尔侪年啊，搁再讲这属机20多年来嘛是安尼无消无息，你是唔通为着这张相片来误会阮阿兄呢？对啦，嫂啊。啊，明良虽然是属鸡仔生的，但是毕竟是你饲大汉的嘛。话讲倒转来，这属鸡仔若有影要转来，我相信也袂影响你甲阿兄的感情啦。看你想位倒去啦，我免来安尼想啦。我只是讲，较早毋捌见过属鸡仔，就请恁来甲恁请教啊。恁放心啦。对啦，这相片的代志吼，就当咱三人知影哦，咱哦唔通细明跳大。我是讲吼，我细明心肝内保有一个甜蜜的秘密，这个度量哦，我阁有啦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样话来，是毋是找头家有代志啊？我遐有切水果，你先食者，我来泡咖啡互你啉吼。送去，哼！想袂到，你就是属鸡啊！你竟然比刘那兄出来得20几年，你到底是存什么心？阿嫂较早要将伊赶出去，我竟然阁替伊求情。我知影你的心意，我哪有可能放伊甘许？只要一倒，你就永远无可能再转来甲我前世了。小姐，咖啡泡好啊。哼，小琪，你莫埋怨我，若要怪，就怪你无应该熟悉世面。你是要创啥？这个刀，拢怪我唔好啦，愈来愈无头绪，拄啊水果切的，刀仔无收起来。小姐，刀仔好啊，唔该收起来。小姐，你哪规身躯皮皮臭？你是毋是人无爽快？你笑！小妹，你听我说。到底是安怎样啊？你要去无？无代志啊，是我家我细妹跋倒的。哎呀，我用到规个安尼路角角，我来清清咧。我有什么代志？秀啊！这代志嘛真奇怪，较早秀华事事行行拢替素琴第一讲话，啊今日竟然冤家顾冤家安尼。你即摆是在讲啥货？你代志唔知就唔知后，你会知伊去冤家咧？啊你是无目睭通看是无？无杯啊，家己会摔在涂骹？无啊，你嘛真奇怪呢！一讲到素琴尔，你就甲我起屁味，啊无你是厝嘛要甲我冤家是无？好啊好啊，我唔甲你讲遐济啊！哼！素琴，我知影是秀华甲你插巴肚，
要毋过我毋知是啥物原因。毋管安怎，假使讲你若愿意甲我讲原因，我会替你做主。多谢头家娘。啊，毋过我真是毋知是啥物原因，可能是小姐伊心情无好的款啊。就算讲伊心情无好，嘛无应该来咱家欺负人啊。头家娘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问题我也无安怎啊。过2天啊，小姐心情若较好，就无代志啦。敢真是会无代志？也毋过我看小夏出去的表情，敢若亲像甲你有天大的冤仇。好啦，你若无愿意讲吼，我另工来去甲问嘛是共款。你好好休困。拢是你，拢是你！我呢做甘对？我若将相片你破，安尼随紧就甲世面讲，而且世面若知影我去找素琴，伊就我甲素琴，我是失踪的小姐。喂。马秀华，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。铁西面，甲所有的人，拢有法甲素琴是小客进前，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互因2个人，这世人永远都无法度再见面。